来继续来看经济部长郭智辉，今仔日第一届到立法院参加总质询，甲问讲第三核能发电厂未来是毋是就是提供电力的选择之一？郭智辉讲，爱看法令是毋是有通过。第一届到立法院备询，心情如何呢？郭智辉讲，看到遮尔大的场面，真正有淡薄仔紧张，也毋过伊有提前来做准备。 满面的笑容出现伫立法院，经济部长郭智辉就任第12天，陪行政院长杜英台针对核三厂烟野议题进行报告甲备询，这嘛是伊头一摆出席立法院的总质询。小小的准备，但没有时间复习。郭智辉承认讲，虽然讲有提早做准备，也毋过共款小可会紧张。有一点啊，我看这么大的这个阵仗，我跟那个院长没有聊。 讲完心情，被问到正题，最近几年来台电一直欠电，要安怎应用？这是郭智辉头一个难题。现在我要看，就是说我们要新设的电厂，那么现在在建设中的这个电厂，是不是都能够如期完成？就多准备嘛。 台湾的送电无稳定，争议真济，成为郭智辉接经济部的一个大难题。昨伊才断行康保证台湾袂欠电，不过2025年到2028年是 AI 需求的爆炸期，正上电。所以讲，核三厂敢会当成为送电的选项，关系到半导体甲 AI 未来。如果法令通过，那么在法的框架之内，那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它会为我们备用的一个。 这个电源。郭智辉强调讲，都要看相关的法令敢有通过。若是修法通过，核三厂就希望伫2027年到2029年作为备用的电力。未来敢当解决台湾的欠电甲 AI 产业的用电问题，就看相关的政策敢有效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